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嘅阿靜啊。今日同大家嚟到烏溪沙嘅銀湖天峰去睇一個兩房單位。咁我哋而家身處係6座嘅高層 E 室，實用面積為615尺。單位可以望到非常開揚嘅馬鞍山山景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記住睇埋落去啦。一打開大門，直接嚟到客飯廳嘅部分，然後左手邊就係廚房。廚房嘅空間長長方方，備餐空間呈 L 字形。廚房嘅盡頭可以通往去工作平台，而工作平台亦都有道門可以去返客飯廳。呢度原則有個半房，就喺我哋右手邊呢一度。半房裏面呢仲做咗窗嘅設計。而家拆咗半房個客廳呢，就變咗同3房客廳差唔多大。而家嚟到露台，單位望落去可以望到會所嘅池景，正望就會望到馬鞍山山景。嚟到走廊位，左手邊偷咗少少位做咗啲層架，然後右手邊就係浴室，浴室有窗係一個名廁，然後斜對面就係第一間睡房。睡房嘅空間正正方方，睡房冇做任何改動，都係 standard size。然後我哋望出去都係同露台嘅景觀差唔多。最後嚟到盡頭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預留咗空間去做衣櫃位。然後景觀呢都係同啱啱差唔多嘅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住聯絡我啦。多謝收睇。